上期我同大家講完點樣準備法庭認可嘅公證行報告同滲水時間軸日誌。今日我就繼續同大家講下點樣寫一封真正有殺傷力嘅律師信，同埋如果對方仍然唔理，點樣入稟土地審裁處申請強制維修令同埋損害賠償。如果你係第一次睇我個片，大家好，我係你嘅大廈策略顧問 Roger， 我係一個註冊土木工程師，亦有10幾年嘅物管經驗。呢個頻道我會用行內人嘅專業角度，幫香港業主拆解各式各樣嘅屋苑管理難題。想學識點樣保護自己層樓？記住而家就訂閱我呢個頻道，點讚分享呢一條片，同埋打開個小鈴鐺啊！好，我哋講返正題，究竟我哋應該點樣寫一封有力嘅律師信呢？記住，我哋寫律師信唔係寫嚟鬧人嘅，而係用嚟做正式嘅法律文件。目的係除咗列清楚事實同埋證據之外呢，仲可以正式要求對方喺限期前完成維修同埋給予賠償嘅。仲有，我哋仲可以打斷索償嘅時效，同埋為之後入稟法庭鋪路嘅。一封有效嘅律師信通常都包括咗下面幾個部分嘅。第一，開頭嗰部分係要寫清楚雙方嘅身份、單位地址同埋日期。第二部分係事件描述嘅部分，由幾時開始發現滲水、位置、嚴重程度同埋已經造成咗咩嘅損傷。第三部分就係證據摘要部分啦，附上公證行報告嘅重點、滲水日誌摘要、照片、滲水辦嘅建議維修通知，如果有的話啦嚇，同埋管理處嘅溝通記錄。而第四部分就係法律依據部分啦，引用大廈公契相關嘅條款、建築物管理第34H 條。業主對其單位嘅維修責任，如涉及公用部分，可以加埋第34I 條、普通法私擾等。第五部分就係具體要求部分啦。喺限期時限內，通常都會俾14日，徹底修復滲水源頭，賠償特別損害賠償，例如維修費、公證行費等等，同埋一般損害賠償，包括不便同不適嘅賠償，回覆書面確認等等。而第六部分就係後果警告部分啦。如果限期內唔遵從，就會即時入稟土地審裁處申請強制令同埋損害賠償，並追討所有嘅法律費用添。而最後嘅結尾部分就係保留一切法律嘅權利啦。而律師信費用嗰方面，簡單嘅律師信大概就2000至到5000蚊，詳細附證據分析嘅大概就5000至到1萬蚊不等。記住，律師信最好由律師發出，效果同埋正式嘅程度呢係遠高過自己寫嘅。但係即使自己寫，都要盡量跟呢個結構同埋保持專業客觀嘅態度。咁我哋有咗律師信之後，應該幾時先可以入稟土地審裁處呢？如果對方收到律師信之後，佢完全唔覆，或者只係口頭敷衍做半桶水嘅維修，甚至否認責任嘅話，而你已經有齊專家報告、時間軸日誌、損失證明，咁你就可以考慮入稟。土地審裁處特別適合處理大廈公契爭議同埋建築物管理條例嘅事宜。根據建築物管理條例第45條同埋附表10，你可以同時申請強制維修令同埋損害賠償。強制維修令就係命令對方喺指定嘅日子裏面完成維修，並且提供完成嘅證明。而損害賠償呢，就係追討對方嘅特別賠償加一般損害性賠償啦。小額錢債審裁處最高上限只係得75000蚊。而且無權發出強制令。如果想真正解決源頭，土地審裁處先係正確嘅途徑。咁入稟土地審裁處嘅實際步驟係應該點樣嘅呢？第一步，準備文件。文件包括申請通知書。根據建築物管理條例附表10提出嘅申請，我哋係需要填寫表格29嘅。另外文件當中亦都需要包括詳細嘅陳述書，列明事實、證據、法律依據、具體訴求。具體訴求包括強制令加賠償金額啦，而最後嘅附件部分係需要包括專家報告正本、滲水日誌、照片、律師信副本、土地查冊，係證明雙方嘅業權同埋損失單據。第二步就係提交申請啦，去土地審裁處登記處提交申請通知書同影印本，繳付申請費大約就係235蚊，實際係以當時收費為準嘅。第三步就係送達答辯人啦。將申請文件正式送上樓上業主嗰度，寄掛號郵件或者專人送達都得。之後就提交送達誓章或者聲明書就得㗎啦。第四步就係對方回應啦。
答辯人收到21日後可以提交反對通知書。如果佢唔反對嘅話，你就可以申請排期。如果有反對，雙方都會收到通知嘅。第5步就係申請排期聆訊啦。我哋填寫表格31申請排期。建築物管理案件由排期至聆訊，官方服務承諾大約係90日左右到。第6步就係聆訊同埋判決啦。雙方提交證據，專家如果需要係可以出庭嘅。法官可以即時或者稍後頒布強制令同埋損害賠償。如果對方喺你勝訴之後仍然唔執行強制命令，就可能構成咗藐視法庭，後果可能好嚴重㗎。咁成個流程有啲乜嘢實用貼士同埋常見陷阱呢？ 1. 入稟前最好先做咗土地查冊，確認真正嘅業主身份，千祈唔好告錯人啦。 2. 證據一定要完整，最好有齊報告、加日誌、加照片同埋溝通記錄。 3. 強制令申請要證明有急切需要，同埋其他方法已經試過但係冇效，包括發過律師信。 4. 可以考慮先申請臨時禁制令，但係門檻會比較高。 5. 雖然可以冇代表律師，但係涉及強制令嘅案件，通常個程序同埋檢舉要求會比較嚴格嘅，我就會建議請律師代表啦。 6. 勝訴後報告費、律師費等合理開支，通常都可以一併追到嘅。 7. 表格同埋費用係會不時更新嘅，入稟前記得去司法機構網站查最新嘅版本啦。律師信係施壓同埋正式記錄嘅重要一步。土地審裁處係真正可以逼人維修兼追討賠償嘅地方。成個程序前期功夫一定要準備好證據，然後發律師信。如果對方唔理就入稟，呢個流程先係最完整嘅自救方法。如果你已經有報告同日誌，又或者想知律師信點樣寫先更有力，入稟要注意啲咩細節，歡迎你喺下面留言，寫低你屋苑嘅名、目前進度、有冇發過律師信，我會盡量用我嘅經驗同知識幫大家拆解同埋分析盲點嘅。下一期如果反應好，我可以再繼續講下點樣執行強制令，又或者遇到法團問幫手嗰陣時，我哋可以做啲乜。如果大家都唔想再俾人當水魚，記住訂閱我呢個頻道，點讚分享呢一條片，同埋打開個小鈴鐺啦。最後都係做翻個慣例動作，戴翻我嘅頭盔先。今日分享嘅內容係基於公開法庭程序、專業常規同我過往嘅經驗，屬於一般教育同埋資訊參考。土地審裁處表格、費用、程序係會不時更新嘅。每宗個案、公契條款同埋證據情況都各有不同。如果你係正面對具體嘅法律糾紛，請務必諮詢合資格律師嘅獨立專業意見，千祈唔好單憑呢一條片嘅內容自行採取法律行動啦。我係你嘅大廈策略顧問 Roger，我哋下期見，拜拜。